带去读唐诗。山色，作者韩愈。山色落霞行经微，黄昏到时变复辉。声动自改新有着，芭蕉叶带几次回。经年古笔复画虎，以后来照所见兮。破从复色必经还，所里亦作包我机。野心情我不调绝，清月出岭光直飞。天明独去无道路，出入高下强烟灰。山洪间僻分难满，时间常历皆是为。东流赤足塔间色，水声急急风吹衣。人生如此自可乐，启笔局促为人机。家在我当二三四，暗日气怒不见归。简介：这首是唐德宗乾元17年在洛阳惠林寺所写的佳作。规篇呢，会当分4个阶段来分析。按头一句的点题，山色落霞行经微到芭蕉叶带几次回，对描写惠林寺外路径山沼崎岖歹行。搁再照蝙蝠纷纷扬扬，表明是黄昏的时节才到位。诗前的芭蕉叶特别的大叶，几次果实。可知影讲河水澎湃，这当见到这么丰硕的景物，轻描淡写，也就是将时间景点一一来铺排。第二段呢，我入夜受到整理心情的交代。虽然是简便的素言，然而呢，诚意十足，和斗阵来所有朋友呢，真该心满意足。我再用这话呢，来导览古诗珍贵的笔画，更加奥妙的呢，这3字的笔长绝，反面来衬托古诗。迄个唐明的叫声足大声的，必须要等到深夜时阵，才有无限的情切之感。第3段，按天明独去无道路，到水声急急风吹衣。就讲过当早起的透早要离开古时，所见所感。因为透早蒙雾绕绕，看袂到山路，这里景呢，充满冲出了迄浓雾的喜悦。在一片晴朗中，见到秀丽山景，挺拔傲人的古城甲绿树，树崖上红花片片，山间下碧水清清。看动人，切齿动心，悠然而生，将叶啊尾啊拢总腾起来，我再自从裤骹来荡起来，起水而行，互人有想袂尽的山椒乐事。第4段是有感而发，人生的当安尼，本来当知足常乐乐，何必都要受人拘束，弯腰曲背呢？诸位好朋友，年岁已经有咯，为啥我乱认为唔肯来改去呢？读诗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